交给雷特。哇！眼看的是一定可以得分，不过 Jerry Young 的一个运动能力非常好。附近没有让队友接应。钱肯尼有机会连续得分，但被盖了火锅。Catch and shoot 在3分线外，力道大了。瓦口摘下进攻篮板，篮下面的关达佑，但是联盟主攻王戴维斯这个球根本是不急不徐哦。看到他拿定之后，哇，准备要上场的时候，才 Davis 再去做到封改哦。Davis 他的这个内线卡位，我们是一直从 SBO 一直看到现在，他真的非常聪明哦。他在内线他基本上不会去做到不让他移动哦，他自己拥有好的这个进攻的空间哦。古迪沃伦过掉之后，被曾祥军扒了一个火锅。哇，曾祥军在一开赛这表现的太亮眼了。是 Secretary 欧洲蹦到篮筐另外一边，左手踹了一脚，先是一个扣篮，这边再一个有机会。看，工程师也是以一个区域防守。长城过了第一拍之后，在空中上挑战塔比没有成功。其实这球，第一时间塔比说 No way, not today again。2波3波，哇，在篮底下，结果造成了犯规。不过在前面这2波的进攻，塔比为自己鼓掌。一定要把这个防守这个做好，可以带动整个气氛。逼着塔克出球，杨敬敏正面挑战。荣医生的火锅压在线上，不过荣医生的火锅盖下来之后呢，看这球切在板上，看起来是落在线内。杰伦碰撞之后，后面的盖茨其实第一关以为他过了，但李佳瑞刚好抓准了杰伦出球的时机点，中路突破时球被点掉，放慢脚步，2步并作3步。太过于成熟哦10分的差距是一个领先。在空中，郑伟下半场也代替了吴代豪的先发位置，交给雷特。哇！不过这个球眼看的是一定可以得分，不过 Jerry Young 的一个运动能力非常好。